台湾南地。谚语是群众创作并在口头上广为流传的一种简练通俗而富有哲理性的定型化语句，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学艺术之一。它富有情味、韵律，读起来朗朗上口，易说、易记、易用，是人民群众会的结晶，实践经验的总结。人们往往以这样的谚语去教育指导自己的亲属待人处事、生产生活。台湾南地。人在人情在，人亡人情无。在现实的社会内面，人际之间的交往、人情是一项真重要的因素。有真个生理上的投资，也是讲有一个公司有一个课，也是讲要升官的时阵，时常会出现有人去关税，有人去讲情。这个关税就是人情的交流。找头路也好，也是讲拜托人斗相共也好，若是讲有一个有力的人士去讲情，这个代志就较会成。因为是伫选举投票的时阵，更加是容易产生这款的效应。买卖也好，做生意也好，拢同款，人情就是对人的情啊。若是讲这个人已经无在世间，已经往生啊，这份情嘛容易消失，这是真自然的现象。对着这款现象，当然唔通伤过头在意，嘛唔通看伤重。只要会记住讲时运不念，受惠莫忘的道理，安尼就好。谢谢观赏。让我们一起推广咱们的母语，把影片分享去您的聊天族群，也不要忘了给我动力，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请点按 subscribe， 再按小铃铛，谢谢，感恩。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